Hello，我係特靈士，今日咧就講下土星喺你個 chart 嘅第7個 house 去到第12個 house 各自會有啲乜嘢嘅化學作用嘅咧。咁如果你唔知我講咩嘅話咧，咁就快啲落去下面有一條 link 咧，就叫做 Vedic Astrology 嘅 calculator。咁你喺嗰度輸入你嘅出生年月日，佢就會生成一個屬於你自己嘅 birth chart。咁你再睇我嘅影片咧，你就會知道我喺度講咩，同埋你會更加認識你自己個性格同埋命運噶啦。咁我嘅吠陀占星嘅初階班咧就已經上咗架噶啦。咁如果你仲未報讀嘅話咧，就快啲入去啦，因為內容咧係非常之精彩嘅。我基本上已經全部 upload 晒啦。就爭最尾2個咧係講大鋪嘅事件啦，同埋關於香港嘅 chart 嘅，咁嗰啲咧就係額外嘅研究，咁我咧就會放喺最低嗰一度嘅。咁前面咧就講晒9大星體啦、12個星座啦，佢哋各自互相嘅化學作用啦，都講得非常之詳盡嘅。咁所以有興趣咧就快啲入去報讀啦。但係如果你係想有一個更加詳細嘅 birth chart，或者想做埋 consultation 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呢一個 email 嗰度揾到我，你可以詢問2026年啦，你大概嘅運勢啦，或者你嘅整體嘅愛情運啊、整體嘅事業運啊，你都可以問下我嘅。咁好啦。土星咧喺所謂占星界咧係一個令人聞風喪膽嘅星體嚟嘅，因為佢咧係代表業債，佢本身係一個老人家，咁變咗咧佢係要大概30年咧先至可以喺太陽系咧轉一個圈嘅，所以當你出咗世之後啦，大概等30年，即係到你30歲、31、2歲嘅時候咧，你嘅土星咧就會喺你個 chart 嗰一點。轉咗一個圈翻嚟，翻去你出世嗰一日，你土星嗰一點嘅，咁我哋呢個咧就叫做土星回歸，大概要等30年左右嘅。所以有啲嘢咧，當你覺得你年輕嘅時候唔暢順，包括你嘅愛情啊，包括你嘅事業啊，甚至乎健康啊，有好多嘢你覺得唔暢順咧，好有可能咧就係呢個土星壓制住你嗰個 house 嘅活動，令到你嗰個 house 嘅嘢咧，好似好 dry 啊。好似好多阻滯啊，好似點解遲遲都唔發生啊，咁就會令到你個人咧好沮喪嘅。咁呢一個咧就係點解好多人都好驚土星嘅原因。但係土星其實佢另外一面咧就係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勤力啦、堅毅啦，要有耐性啦。唔可以心急啦，唔可以躁動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土星要我哋去學習嘅，我哋要學習自律啦。有啲嘢你想唔一定要即刻俾你嘅，你可以等得嘅，佢就要你去等。所以我哋普通人類嘅層次咧就會唔中意呢個土星啦，佢咧就會抑壓咗我哋好多嘢。咁了解咗土星背後之後咧，就睇下土星喺你個 chart 上面會發揮咗一啲乜嘢嘅作用啦。咁如果你嘅土星喺你第7個 house 嘅話咧，第7個 house 係代表你嘅婚姻啦，你嘅生意夥伴啦，代表你嘅另外一半啦。而第7個 house 咧，其實都同做生意有關嘅，因為其實呢一度咧係一個市場嚟嘅，你當好似係一個街市咁樣啦，大家咧就喺呢一度交換貨物嘅，因為呢度本身係天秤座嘅能量啊嘛，因為天秤座係第7個星座，所以第7個 house 咧就係相應第7個星座天秤座嘅能量。天秤座就係一個秤，咁我哋細個啦，即係古代少少啦，去街市有啲人咧就會拎住啲秤咧去稱我哋個貨物啦。你要想知道你呢一件貨品值幾多錢，我要攞幾多錢去同你交換呢樣嘢，令到我哋大家覺得公平。所以天秤座第7個 house 就係要講公平啦。土星喺天秤座咧發揮係最強嘅，土星喺第7個 house 方向上咧 directional strength 咧個發揮一樣都係非常之強嘅。所以其實土星喺呢一度咧係唔錯嘅，但係有一個大家會覺得唔係咁好嘅咧，就係土星喺第7個 house 就會令到你遲婚，或者會令到你早期年輕嘅時候嗰個拍拖啊，或者喺愛情生活上咧係會好 dry 嘅，即係你會覺得哇，點解好似完全都遇唔到一個另外一半，甚至乎就算你遇到啦，但係都好快又唔係好啱。總之咧，成個第7個 house 同結婚有關啊、婚姻、拍拖、愛情有關嗰啲咧，全部都會好 dry 嘅。一直去到30歲之後，就係頭先講啦，去到土星回歸之後，31、2歲打後咧，土星先至會放翻呢一樣嘢出嚟咧，俾你去放縱下嘅，俾你去開心下嘅。咁所以土星咧喺有啲人嘅眼中咧，就係覺得佢壓抑咗你嘅某一啲所謂嘅創造力啊，某一啲嘅甜頭啊咁樣嘅。咁但係
如果你個土星喺呢一度嘅話咧，對你嘅做生意方面咧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土星係業債之星啊嘛，業債就係同你計數咯。計你呢件貨品幾多錢，我呢件貨品幾多錢，我哋點樣去交換？所以如果你土星係第7個 house 咧，你係可以從事做生意啊、做貿易啊呢一類型嘅工作，係會對你非常之好嘅。而你揾到嘅生意伙伴啦，一樣都會係好似土星咁啦，好自律啦，有責任感啦。唔會係玩玩下咁啊走咗去，就唔會嘅。所以如果你有呢一個位置嘅話咧，你可以考慮下做生意嘅。咁你過咗32、33歲啦，可能你去到35、36，你終於揾到另外一半，你結婚啦，你嘅婚姻咧就會係細水長流，就會係比較悶啲。未必係吃喝玩樂啊，甜甜蜜蜜，但係咧係屋企嘅所有柴米鹽油啊，要計數嘅嘢啊，所有有規律嘅嘢咧，都會打理得井井有條，而大家個感情咧係會係好細水長流啦，係好面對現實咁樣去經營一段婚姻。咁所以咧，通常咧喺呢個情況，你嘅婚姻都會好長久，尤其是土星係老人家嘛，即係話咧你會同佢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就係呢一類型啦。而你嘅另外一半咧，都好可能係從事做生意啦，或者係做工程啦，又或者係做 IT 呢一類型嘅業務嘅，因為土星咧都會同呢一啲比較悶嘅工作有關係啦，同埋做生意呢一類型嘅工作有關嘅。而你嘅另外一半有可能會年紀比你大啦，又或者佢同你差唔多大，不過咧佢個心智咧就比你成熟好多嘅，亦都有可能咧佢會係一個工作狂嚟嘅。不過整體土星喺第7個 house 俾到你嘅咧都係好處遠多於壞處嘅。如果土星喺你第8個 house 嘅話咧，第8個 house 係代表死亡啊、意外啊、大上大落一啲黑掹掹嘅嘢、神秘事件，亦都代表遺產啦、保險啦，代表你結咗婚之後嘅聯名嘅資產啦，即係可能係汽車啊、房屋啊、銀行戶口啊，亦都代表你聯婚嘅家庭啦，即係你嘅另外一半嘅屋企啦。咁如果你嘅土星喺呢一度嘅話咧，因為呢度係一啲好神秘嘅地方，可能你會對呢一啲所謂神秘嘅事物咧係好抗拒嘅，因為土星就會抑壓咗你呢一樣嘢嘛。咁可能你要去到譬如30零歲啊，啲人同你講 UFO 啊，同你講鬼啊，同你講神啊，你先會諗，哇，你係咪呃我㗎？跟住你慢慢咧可能會都可能係真嘅喎，都可能有呢一啲嘢喎，咁你就再去研究下啦。但係在此之前咧，你係會對呢一類型嘅嘢咧係完全抗拒嘅。咁亦都有可能你如果結咗婚嘅話咧，好有可能你同你嘅另外一半啦，就唔會好快咁有一啲嘅聯名嘅戶口啊、聯名嘅資產，即係可能你就會好計算啊，即係覺得哇咁樣對我有冇益處先？如果冇嘅話咧，我就唔做噶啦，或者會有啲事件發生啦，令到你哋係冇咁快咧就可以做到一啲聯名嘅動作啦。亦都有可能你同你嘅另外一半嘅屋企咧個關係咧就未必咁暢順啦，就唔代表差嘅，不過咧就係總有可能有少少摩擦啊，總有覺得你覺得佢煩啊，或者佢又覺得你好麻煩啊，咁總之咧就係有少少嘅隔膜嘅。但係咧隨住你30零歲、40歲、50歲，隨住你嘅年紀增長咧，呢一啲嘢咧反而會越來越好嘅，會慢慢好轉嘅，所以都唔使話太過擔心。另外一方面，譬如如果有一啲遺產嘅情況啦，即係可能譬如，即係可能你屋企啊，或者你嘅另外一半屋企上幾代有人過咗身啦，咁可能有啲遺產要分配嘅時候咧，可能咧亦都有啲阻滯啦，因為土星咧又會抑壓咗呢一件事啊嘛，即係令到你好似明明你應該有份嘅，但係又好似你又分唔到，或者你分少咗咁樣，亦都有可能你去 claim 保險嘅時候咧，成日都有啲阻滯嘅，硬係好似 claim 唔足啊，claim 唔到啊，成日都會有呢一類型嘅問題，即係總之同第8個 house 有關嘅嘢咧，你都會覺得係棘住，唔係話好暢順嘅，咁有呢個可能性啦，亦都有可能你嘅職業咧係從事一啲同地底有關嘅嘢啦，即係有啲譬如同渠務有關嘅嘢啦，有一啲係同
礦嗰啲叫礦場，即係譬如好似嗰啲金礦啊、銀礦啊、鑽石礦啊嗰啲咧，即係要潛落去咧，要開採啊嗰一類型嘅工作啦。因為第八個 house 本身咧係同啲黑掹掹地底有關嘅嘢嚟嘅，而你嘅土星咧又同工程有關啦，同啲好硬嘅石頭嗰一類型嘅有關啦。咁所以夾埋埋咧，好有可能你係從事呢一類型嘅工作，都係比較黑掹掹啊、地底啊，好深入你摸唔到嗰啲地方。咁亦都睇下其他嘅組合啦，有可能你係一個醫生啦，係會幫人做手術開刀嘅，因為開刀啦，你係要將一啲睇唔到嘅嘢打開佢，潛入去睇下你個身體裏面嘅內臟係點樣啊嘛。所以如果有其他嘅星體係配合嘅話咧，好有可能咧，你都會從事一啲做手術嗰一類型嘅醫生嘅。咁如果你嘅土星喺第九個 house 嘅話咧，第九個 house 就同宗教有關啦，長途旅行，你爸爸啦，你爸爸嘅教導啦，你祖宗嘅教誨啦，同一啲理念啊、高等教育啊，即係可能讀啲碩士啊、博士啊、教授啊、老師啊，同嗰一類型嘅嘢有關係嘅。咁如果你嘅土星喺度嘅話咧，咁代表你係一個好嚴謹嘅人啦，即係對呢一類型嘅理念啊、宗教啊，你係會好嚴守嘅，因為本身土星都係一個好嚴肅嘅星體啦。所以你可能會係一個好嚴格嘅老師啦、教授啦，或者係一個好保守、好跟隨一啲嘅規律啊、好自律嘅一啲嘅宗教人士啦，或者你爸爸就係呢一類型嘅人啦，係好嚴格啦、好嚴厲啦，會打你啦，因為你講大話啊，或者因為你讀書讀得唔好啊，而會對你係好嚴格嘅。咁但係隨住年紀嘅增長啦，去到譬如30歲打後，咁你可能就會比較放鬆啦，即係你可能個人咧就會比較彈性啲，就唔會話咁頑強啊，咁頑固，完全唔聽人講。咁你都可能會從事一啲法律嘅工作啦、教授嘅工作啦、教書啊、訓導主任啊，都會係一啲嚴守規律、好自律嘅一啲有理念嘅人嚟嘅。咁喺30零歲之前咧，都好有可能你係好少機會去旅行嘅，尤其是長途旅行啦，都會俾呢一個土星壓抑咗嘅。如果你嘅土星喺第10個 house 嘅話咧，咁呢度係唔錯嘅，因為第10個 house 係同事業有關啦。本來呢一度係第10個星座山羊座嘅 energy，咁所以土星喺度係算係一個自己嘅地方啦。咁佢會喺呢一度咧，不停咁樣向上爬嘅。咁當然啦，有一個可能就係不擇手段啦，因為土星咧好自律啊，好嚴謹啊。佢如果見到其他啲人係好懶惰啊、好 hea 嘅話咧，佢可能都會對佢哋好鄙視啊，覺得哇，點解你哋咁懶惰噶？咁佢咧就會自己不停咁樣向上爬，爬到最高位嘅。咁但係咧，記住咧，呢一度始終係一個中午嘅地方，最強嘅咧始終都係太陽，因為太陽係最光啊嘛。呢一度係公眾嘅 house，大家會望到嘅係太陽，就唔係土星。而土星同太陽咧本身唔係 friend 嘅，因為記得個神話咧就係土星係太陽個仔嚟嘅，但係佢兩個係唔 friend 嘅。咁所以土星喺呢一度咧，雖然可能會好似太陽咁可以爬到一個好高嘅位置，不過咧佢嘅光芒咧一定係會俾太陽搶走嘅。所以土星喺呢一度爬到幾高都好啦，佢始終係有一種沮喪啊，有少少 dry 啊，硬係好似有少少爭少少嘢，覺得係唔夠光芒萬丈，唔夠光芒四射，成日啲風頭咧都會俾太陽搶走咗。咁可能會有呢一個可能性嘅。土星喺第10個 house 嘅人咧，有可能會同自己嘅上司啦個關係唔係咁好嘅，就係因為呢個神話啦。咁都好有可能咧，佢係會喺一個政治嘅環境咧爬到最高嘅，因為第10個 house 咧都代表政府或者一啲好大嘅機構嘅，咁所以佢可能都會係一個政治家啦，因為土星咧又同政治家有關啦，佢哋嚴謹啊、嚴肅啊、自律啦，好有架構啦，所以好多時土星好強嘅人咧都會做到政治家嘅，或者係咁講，如果你想從事做政治或者做一個偉大嘅政治家嘅話咧，你嘅太陽一定要強啦，同埋你嘅土星咧都必須要非常之強嘅。
如果土星喺你第11個 house 嘅話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幾好嘅位置嚟嘅，因為第11個 house 咧就相應第11個星座水瓶座嘅位置啦。咁水瓶座嘅業主又係土星，咁所以土星喺呢一度咧，感覺都似係自己地方嚟嘅。咁呢度亦都冇呢個太陽啦，喺度同佢搶佢嘅光芒啦。咁所以土星喺呢一個好大嘅人際網絡啊、集體意識、哥哥姐姐啊，收入呢一個 house 咧。土星咧係可以好謙卑咁樣啦，係打造佢嘅龐大嘅人際網絡啊，發揮佢嘅影響力咧，影響一個好大嘅集體意識呢一個網絡嘅。因為冇太陽喺度同佢搶啦，咁佢個感覺咧就比較係可以潛入去好多人嘅潛意識裏面啦，係發揮佢嘅影響力嘅。咁佢喺呢一度亦都可以賺到幾多嘅錢嘅，因為呢度係代表收入啊嘛。咁有可能佢同佢嘅哥哥啊、姐姐啊個關係咧都唔錯嘅，而且佢嘅人際網絡裏面咧比較多咧係年紀大嘅人，即係如果佢仍然係年輕嘅話咧，啲人可能會大佢10幾20歲啊。咁如果佢去到中年啦，佢可能咧附近嗰啲人際網絡嗰啲人咧，全部都係講緊60、70歲啊，年紀咧都比較大啲，成熟啦、穩重啦。咁通常傾嘅議題咧都會係比較嚴肅啦、嚴謹嘅議題為主嘅，所以好多時呢度咧都會有啲做生意嘅人啦、做政治家嘅人啦，走埋一齊咧係揾到好多錢，咁從而咧係回饋社會嘅，因為通常第11個 house 都會係會回饋社會啦，做好多一啲所謂公益嘅事業啦，咁或者一啲 NGO 啊、跨國大機構咧都會喺第11個 house 見到嘅，所以土星喺呢一度咧係可以做到好多嘅服務啊，係幫助呢一個社會，所以土星喺第11個 house 咧係可以對社會咧係作出好大嘅貢獻嘅。咁如果你嘅土星喺第12個 house 嘅話咧，第12個 house 咧就係遙遠的他方啦、不毛之地啦，甚至乎係一啲坐監啊、醫院啊，都係一啲你覺得驚驚地嘅地方啊。通常咧都會好寂寞啊，一個人啊，唔知點算啊，彌留啊，接近死亡啊。但係同時都係一個解脫嘅 house 啦，一個好 spiritual 嘅地方啦，你夜晚瞓覺嘅地方，你發夢嘅地方啦。咁如果土星喺呢一度嘅話咧，其實土星咧係會覺得幾辛苦嘅，因為咧土星係一個自律啦、嚴謹啦，好清楚要還業債啊，即係要計數嘅一個星體嚟噶嘛。咁嚟到呢度咧，佢就覺得哇好暈啊！即係我點樣計算啊？我點樣計我爭你幾多，你爭我幾多啊？咁佢咧就係會有少少暈陀陀嘅。咁但係咧又係啦，等到你32、3歲咁樣啦，咁土星就會相隔30年，就會翻去你第12個 house 啦。就再嚟探討一次，究竟呢個第12個 house 係一個咩地方嚟嘅咧？咁佢咧就開始會更加成熟去 handle 呢一個 house 嘅所有嘅事務啦。咁所以如果30歲之前咧，如果你話想去一啲好遙遠嘅地方，例如移民啊，甚至乎去旅居啊，你都會覺得好困難嘅，因為土星咧就會壓抑咗你呢一樣嘢嘛。或者你想去探討做下啲咩清明夢啊，探討下夢境啊，睇下啲 spiritual 嘅書啊，你可能都會覺得好混亂嘅，你唔係好明嘅。咁因為土星咧，將你呢一個 area 嗰啲嘢咧係壓抑咗嘅。咁同時呢一度咧都係一個要捐錢嘅地方啦，因為呢度都係一啲 loss 失去嘅一個地方。失去嘅意思係包括失去你嘅金錢啦，捐咗出去嘅錢就失去啦，失去你嘅energy 啦。同時第12個 house 都係一個犧牲自己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你好有可能30歲之後咧，你進入一個 spiritual 嘅世界咧，你會慢慢理解到，咦，可能我要即係作出某一種嘅犧牲，咁樣咧，我先至可以去到一個更高嘅 spiritual 嘅一個 level。因為土星咧就會開始計算啦，要還佢嘅業債啦，咁佢就會覺得，不如我試下去一啲遙遠的他方啦，係去做一啲所謂嘅慈善嘅工作啦，即係可能會去一個非洲啊、第三世界國家啊，甚至乎戰亂嘅地方啊，去幫助嗰度嗰啲人啊，去重建家園啊，或者係會捐大量嘅金錢啊，去遙遠的他方啊，去一啲你陌生嘅地方，唔識嘅人嗰度，咁你就會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咧，係所謂償還你嘅業債啦。咁同時，如果你係一個生意人嘅話咧，好有可能你嘅生意咧
你嘅業務咧喺遙遠的他方咧就會比喺自己嘅地方咧係更加會成功，會做得好嘅。因為土星本身都係一個生意人啊嘛，咁所以你去到一個好遠好遠嘅地方，甚至乎你年紀再大啲，你真係移民咗去另外一個地方，好可能咧你做生意嘅話咧都會頗為成功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土星喺第七個 house 去到第12個 house 各自發生嘅作用啦。咁如果你仲未報讀我嘅印度吠陀占星初階班嘅話咧，快啲入去呢個 QR Code 嗰度睇下啦。包你學咗之後咧，你就可以更加了解呢個世界啦，更加了解自己啦，可以用一個比較平常啲嘅心咧去面對我哋而家呢一個咁混亂嘅世界啦。咁好啦，下一條片咧就應該會講 Rahu 喺我哋嘅 chart 上面會發揮啲乜嘢作用嘅。咁好啦，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